OK 我咧就好想唱一首歌，而我係4月出世嘅，咁所以呢一位歌手佢就特登揀咗呢一首歌俾我同佢一齊唱。明天這麼遠，這樣令人想掛念。月色旁邊留一線，日後會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你腳陌上，誰這的視線，都只有朦朧春天，朦朧中只得你是光線。這個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點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接下去描寫初戀，又猶豫甚至連初戀。上次我無聊在櫻花東沙漏時，又會否剛好的鍾意，待你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林家謙，好耐冇見。金牛同處女好夾嘅。微笑日子隨想而已，明天應該會再續這個小故事。還可以，就是太想說我才失語無限次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去繼續遊這花園，來回編織成故事。上次我無聊在櫻花東沙漏時，又會否剛好的鍾意，讓我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但是你不寫我的小故事，留下我不寫你的詩，以後遺憾沒有戀來一次。匆匆是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終止，從來無牽手的章節，翻開了無數情節，到最後都沒有那些事。願我記得，而同時淡忘了，兩故事隨陣流放絲，是我哋空等一個條件，是最青春的某日望見。多謝，俾啲掌聲林家謙。好耐冇見啦，上次。好耐。唔係已經上次同台已經4年前。拉細盤，好似係。哇！快脆。我好記得雖然我講過呢個故事㗎啦，當年已經，但我覺得在場嘅好多人應該都未聽過呢個故事。呢個未聽過。可唔可以俾我講多次？唔可以。可以講先。當初我記得我一入行嘅第一首歌，其實唔係你哋記得嘅1號種子，好似係林家謙老師嘅一首歌，係當初佢加我，所以都可以話係第一次我入錄音室嘅時候就係。即係啲童年陰影啊嘛。唔係，其實都幾啊，因為嗰時候係咁俾你捉啲咬字，跟住我就覺得原來錄音咁辛苦，就爭啲抹殺咗你嘅之後嘅星途啦，就放棄唱歌。係，所以真係好有緣分。跟住我都想講多個故事俾大家聽嘅，就係前一排林家謙老師唔可以叫老師，你可唔可以冇咁老叫我？老咩師啊？
咁我有同學得唔得？林家謙同學，佢開演唱會嘅時候，跟住有一個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我有一位朋友，佢好中意林家謙同學嘅，咁所以咧佢就佢係喺新加坡嘅，咁佢特登想飛翻嚟香港睇佢嘅演唱會，但係因為有一啲事佢嚟唔到。跟住我嗰位朋友佢都係咯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啦咁樣，所以都真係好拜託我同林家謙老師唔係同我講聲話，可唔可以俾啲加油嘅鼓勵説下佢？咁所以我嗰日就即刻 WhatsApp 咗林家謙同學啦，咁我就拜託佢呢件事啦。咁跟住佢真係即刻覆我不特止，仲喺佢嘅演唱會入邊講翻呢件事，所以都真係幫助我嘅朋友好多，所以當我朋友多謝你。我覺得有時做呢啲嘢，我覺得深刻我同你係有少少呢一個方向，就係好想幫一啲朋友，但係我哋唔會好想講出聲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，即係你都叫我即係唔使講咁樣，即係我覺得阿姜係一個咁嘅人咯，咁所以就多謝你。我嗰位朋友都佢話：，你講啦，你可以講。冇啦，我多謝你。翻佢唔想講就唔好講。我要去翻大園嗰度。去做咩啊？嗰時話有一首係咪？我有一首好似好傳説入邊嘅一種歌。大家都睇住你大喎，先知你呢隻歌。係啊，即係好似傳説入邊，我哋都淨係唱過一次嘅啫。今次計唔計計唔計一次啊？今次將會計第二次啊！計第二次啦。我哋送呢一首傳説入邊嘅一種歌俾大家聽。有一種傳説。傳說有一種美態如水一般淡雅，傳說有一種智慧能讓你我瀟灑。曾期望過的春日在變化，怕風吹雨打，雨點降下，雨灑腳下路徑分岔。有時都可以唱嘅。OK， 傳説有一種語言能感化生命嗎？這雙手再不冷，傳説再不需探索憑這個試一下。隨住望過的冬日在暖化，過去將它留吧，只需寄望，只需盼望下作分岔。終卻迷了方向，可能愛上雲海的醞釀，可能愛上這世界之窗，風和冷雨和呼吸一樣。再重新並行，成日唱就傳説嘅呢首歌，原來係咁特登啊！傳説啲㗎嘛。
keep 住個咁神秘咁傳説。好嘅，我哋多謝多謝。多謝大家，再次俾啲掌聲林家謙。4年後再見。講笑。喂，咁點啊？而家我係行翻去，好似話係就咁行。你陪你唔使陪我啦。我你咁多嘢做。或者試下我陪你，你陪我啊？我陪你，我陪你。唔捨得走。好嘅，好嘅。本身我想有啲嘢送俾你，不過我驚太劇。有啲咩送俾我？嚇？有冇送？通常我有啲演唱會禮儀咧，我自己會想送啲嘢俾嘉賓嘅。哦。唔好咩啊？唔係好劇我驚。唔好啦，你快啲，你唔好咁樣，你唔好來，等先。即係咁講，呢度講呢度散。呢個冇度過啊？點解呢個咩？冇啊！真係諗咗好耐啦，送唔送好咧？唔算。唔係啊！唔係，即係我見你係金牛座，金牛座就好硬頸嘅。係。同埋你呢排啊，應該好倔強啦要。係。咁我想驚你條頸有事。係。我就諗住，諗下送唔送嗰啲按摩肩頸嗰啲按摩器俾你啦。但心諗，都係冇啦，好似賣廣告咁樣。咁最後就諗過，不如現場幫你練一下咯。好啊！都真係幾緊嘅。你係咪 OK 啊？OK，嚟。